自动同步功能已关闭，轻触即可开启。为了节省电，手机省电而节省数据，在桌面点按设定，在搜寻栏输入自动同步，点选自动同步资料处理，将通知按钮变成关闭。设定这边进去，搜寻这边自动同步，点选第一行自动同步资料处理，它就是账号与同步。这边呢，要开启还是要关？本来是开启的，把它按成关了，这样可以节省电力，节省数据。